喺五行生克同埋比和嘅技術操作裏邊咧，咁我哋要清楚了解十天干同埋12地支嘅陰陽同埋五行嘅特性啦。好啦，十天干就介紹咗噶啦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佢哋係分陰陽五行嘅。咁但係12地支嘅陰陽，我哋點樣分呢？咁而家同大家去介紹咯。好啦，咁同大家解釋過啦，唔同嘅天干作為一個成分，係可以構成12個地支嘅，即係話12個地支係由唔同嘅天干嘅主要成分去組成嘅。因為寅木呢一個主要組成嘅成分咧就係甲木啊。由於甲木咧係陽性嘅木啦，咁所以咧寅咧都係陽性嘅木嘅呢個地支咯。而卯呢個地支主要組成嘅成分咧係乙啊，乙係陰木，所以卯都係陰木咯。好啦，丙係陽火，構成巳呢一個地支，所以巳都係陽性嘅火。丁係陰火，去組成午呢一個地支，所以午呢一個地支都係陰火。然之後啦，戊係陽性嘅土，呢一個主要成分可以創造到辰土同埋戌土，所以辰土、戌土都係屬於陽性嘅土嚟噶。好啦，然之後啦，己呢個天干係陰性嘅土啦，佢係造成咗、構造咗丑土同埋未土，所以丑土、未土都係陰土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啦，陽性嘅金係庚金，係組成到地支呢個辛金嘅，所以辛呢一個地支都係陽性嘅金。如此類推，呢一個辛係陰性嘅金，係天干組成到酉呢一個地支，所以酉呢個地支都係陰金。好啦，然之後啦，壬係天干陽性嘅水，組成到亥呢個地支，亥呢個地支呢個水都係陽性嘅水啦。咁去到最後，癸係陰性嘅水，佢會組成子呢一個地支，所以子呢一個地支嘅成分就係癸呢個陰水，所以子都係陰水。咁我哋知道咗十天干同埋12地支嘅五行特性啦，同埋佢嘅陰陽嘅性質之後呢，就開始介紹五行嘅生呢一個概念啦。咁首先五行嘅生，第一個木係生火嘅。嗱，大家見到呢個箭嘴啦，係咪？咁所以木咧呢個箭嘴跟住咧就係個生咯，生火。咁我哋咧可以想像成啊，木咧就即係一啲嘅植物啦、樹林啊、柴枝啦，就可以住木取火，木生火啦。然之後下一個就係火生土啦。咁好啦，喺呢個故事裏邊，當一個樹林火災之後，會有好多個灰嘅跌落泥土裏邊，成為一啲肥沃嘅泥土，所以就係火可以生土啦。咁啊，大家記住啦，木生火，然之後火係生土嘅。咁好啦，土亦都係代表住泥土同埋石頭咯。泥土、石頭裏邊可以揾到好多金屬嘅礦物啦。咁所以下一步就係土可以生金，土生金。下一個就係金生水，我哋就可以想象啦，金屬器皿可以栽水，所以就金生水啦。另一個故事就係，當一個金屬喺郊外過咗1萬夜，就會有好多嘅露珠咧喺個金屬個面頭咧會聚積而成啊。所以呢一個講法亦都係金生水呢一個咁樣嘅邏輯啦。好啦，最後啦就係水生木啦。水可以灌溉植物森林，就構成咗水生木呢個特質啦。咁呢個五行嘅生咧就係呢一個土咯。咁再同大家再溫習多一次，木可以生火，火可以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最後就係水生木。呢一個就係一個五行嘅生嘅一個系統嘅結構啦。好啦，咁樣我舉一個例子啦。譬如啦，如果有一個八字啦，咁呢一個八字咧，佢裏邊咧又有丙火啦，或者有乙木啦。咁我哋剛才唔係理解到嘅，由於係木生火，住木取火，木亦都係植物森林，佢可以構成火災，木生火啦。咁換言之，喺呢個乙木同呢個丙火嘅關係裏邊咧，就係乙木
係申呢一個丙火嘅喎。好啦，又例如啦，譬如啦，如果一個八字佢係有丁火，丁係陰性嘅火，佢亦都有個甲木，甲係陽性嘅木，咁所以當呢個甲木同呢個丁火存在喺一個八字裏邊咧，就會構成咧甲木申丁火啦。好啦，我亦都再舉例啦，譬如啦，喺一個八字裏邊，如果佢係有卯呢一個陰木啦，亦都有巳呢一個陽性嘅火啦，咁同時間喺個八字裏邊咧，就會造成咗卯木申呢個巳呢個陽性嘅火咯。好啦，如此類推咯，我哋再去睇一睇啦。假設一個八字裏邊啦，佢同時間有丁火啦，同埋有戊土啦，咁佢加埋一齊咧，就會變成咗火生土啦。大家記唔記得剛才咪教咗嘅一個森林着咗火，火災之後有好多肥沃嘅灰燼跌落泥土，就會令到泥土嘅體積增加，所以就係火生土啦。咁再舉例啦，譬如啦，有一個辰土同埋一個巳火喺個八字出現咗啦。咁出現咗之後咧，呢個巳係陽性嘅火，辰係陽性嘅土，就會造成到巳火生辰土啦。嗱，又再舉多少少例啊，譬如啦，喺一個八字裏邊，佢有午呢一個陰火啦，亦都有丑呢一個陰土啦，就會造成到午火生丑土啦。好啦，亦都一路介紹一啲嘅例子咯。譬如啦，一個八字裏邊，佢同時間有己呢個陰土啦，又有庚呢個陽性嘅金啦，就會造成到土生金，記唔記得啦？土係代表泥土同埋石頭，泥土同埋石頭裏邊會揾到好多嘅金屬礦物，所以就係土生金，就會構成到己土生陰金啦。亦都舉例啦，譬如一個八字裏邊又有戊土陽性嘅土，又有庚金陽性嘅金，亦都可以造成到戊土生陽金。如此類推啦，到地支嘅例子啦，譬如啦，一個八字裏邊有丑土啦，同一時間又有辰土咯。咁樣如果我個八字裏邊有一個辛金，就會造成到丑土生呢個辛金啦，亦都同時辰土都會生呢一個辛金啦。好啦，如此類推啦，我哋再睇一睇啦。譬如一個八字裏邊係有辛金啦，係陰性嘅金，亦都有壬水啦，係陽性嘅水。咁佢就會造成到辛金生呢個壬水啦。又或者一個八字裏邊我有亥水，同時間又有子水啦。亥水係陽性嘅水，子水係陰性嘅水啦。咁如果我有辛金呢個陽性嘅金，就會創造到辛金生呢個亥水同埋呢個子水咯。以上所講呢個辛嘅呢個系統，亦都叫做五行相生呢一個講法嘅。五行相生嘅意思其實就係辛咁簡單啦。嗱，我再舉一啲嘅例子啊，譬如啦，丁火生戊土，咁當然啦，火係生土，但係另一個講法就叫做丁火同戊土，佢哋係五行相生啦。好啦，又繼續咯，卯木同巳火，我哋剛才都知道咗啦，卯木可以生巳火嘅，但係亦都有個講法就叫做卯木同巳火係屬於五行相生。咁好啦，寅木同午火，我哋都知道寅木會生呢一個午火，亦都有一個講法叫做寅同午就係五行相生啦。